上環蘇杭街10號啟豐大廈 B 樓4號鋪，建築面積大約490平方尺，約20尺闊、17尺深，樓高12尺5寸，附設來去水、3上100M 電及洗手間等配套。物業距離上環港鐵站僅2分鐘步程，位處中上環商業核心位置，附近甲級商廈林立，例如中遠大廈、新紀元廣場及中環中心。而蘇杭街一帶為區內白領揾食熱點，每逢午膳時間及晚市時段，街上食店都會人頭湧湧。另外，鋪位亦毗鄰住宅群及多間酒店，兼備當區居民同遊客消費力，進可攻，退可守。附近多項重建項目亦正在進行中，落成後將成為新型商廈或者酒店，相信有助提升周邊物業租值。現租客為按摩同埋咖啡店，租金每月6萬，歡迎聯絡我哋。買鋪唔使煩，買入盛匯商鋪只需每月租金5% 費用，可享一系列售後服務。